有，我看到网络上有评论说温少在演什么，好像都没有在演。有啊，他说这是演技吗？完全说不想拿是骗人，但是这一次又特别哦，因为这一次入围的男主角跟男配角都是我合作过的，都是我演的，所以而且像《娱乐的距离》又同时入围3个男配角，那男主角我跟龙哥又一起，龙哥跟我又在双城故事，那双城故事他又跟我一起抢男配角，那双城故事的男主角是我，然后他是另外一部戏又男主角。所以这个里外都是自己人，所以我没有这一次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想法。有没有得失心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很想得？也会想是你。那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？甚至不会。看到他们在上面就永远鼓掌，就很开心，因为自己没有。所以不知道，没有那种太起伏的心情。因为我在2部戏里面存在价值，其实都是都要一种能量，因为这个能量都是影响故事的大局。比方《娱乐的距离》，我最后让静雯走出伤害，他不是透过什么事件、什么很演绎的方法，或者很强烈的或者悲伤的去感染他，而是在旁边类似守护，类似一个能量改变的这个男主角。同样，双人故事也是2个女生不同的生命的交换，那我在里面穿插在2个女孩子的生命里，最后他们做改变。有，我看到网络上有评论说温少在演什么，好像都没有在演。有啊，他说这是演技吗？我看到有人评论说，不是，他就是有啊，就娱乐温少演的温温的，就是他们意思说好像没有那一种那种就叫演。可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是最简单。对，他们就说温少看他演戏都这样温温的，我心想说，角色是这样啊，我又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。如果我演一个亚斯伯格或者演一个妥瑞氏我不然会这样，那你就看到我在演了嘛。那个角色不是这样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看到就觉得说好像淡淡的，所以我无所谓，那观众跟评审去看要什么，不会啊，我每天采访他们，你都来采访我，我会忘记，而且忘记就忘记，又没什么了不起，谁在乎你？我常常都这样想，别把自己当回事，真的。我真的讲这句话真的要信，不要把自己当回事。你过了几年之后，大家就忘记了，而且你只是个演员，你只是人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对象而已，谁在乎你？观众需要的时候就还在，观众不需要的。自然片上的都有。